我同我嘅 ADHD 孩子去拜年。樂樂今日好興奮啊，帶佢去拜年，怕唔怕佢會有啲失控啊？媽媽諗起親子互動治療培訓師同佢講，第一要具體讚賞，哇！你着鞋着得好快，好叻喎！咁樣樂樂就可以帶住好嘅心情出門口啦。喺搭港鐵嘅時候，爸爸都提醒樂樂，去到婆婆屋企咧要留心，第一講嘢要細細聲，同埋要有禮貌。我相信咧，樂樂可以做得到㗎。樂樂一攞起把劍嘅時候就好激動，同婆婆講啦：哦，把劍好厲害啊！婆婆你睇下。爸爸就話：哇，係喎，樂樂你把劍好犀利喎！媽媽咧帶住樂樂咧去一個靜靜地嘅角落頭食茶點，你坐定定喺度食嘢，我最中意你靜靜地咁食。媽媽知道咧拜年咧對樂樂嚟講可能好悶，所以咧帶定佢中意玩嘅玩具，咁樣樂樂咧就可以坐定定，媽媽就可以多啲時間咧同親戚傾偈啦。爸爸咧指住自己嘅耳仔提醒樂樂講嘢説話咧要細聲啲，因為大家都喺度傾緊偈啊。爸爸咧同樂樂喺露台睇日落嘅時候咧，就等樂樂咧唔使咁悶。爸爸咧仲即時咧讚賞樂樂今日有好好嘅表現啦。今日一家人咧過咗個好愉快嘅年初一，爸爸媽媽咧繼續稱讚樂樂做得好好，相信整個新年咧樂樂都可以繼續保持好嘅行為。